温局昨日接获民众陈情，桃园市八德区某诊所有为民众看诊后施打点滴药剂疑似过期的一个情况，温局立即派员前往现场稽查，在现场发现，确实有护理人员将过期，已经有3年的这个点滴呢，将这个点滴液呢注射到民众的这个体内。那另外呢，温局在现场也发现，这个调剂室上方呢有36种的这个药剂呢都已经有过期的一个现象。那温局针对这个部分呢，将针对该名护理人员处以停业2个月的一个处分，并针对这个该诊所的负责医师呢，分别依医疗法57条及药事法21条的一个规定呢，分别各处5万及6万的那个罚款。那温局特别也提醒，民众在就医的时候呢，未来如果有接受这个点滴液的这个注射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参看这个点滴瓶上面的这个记录的一个日期，来判断这个药剂是否属于那个合格的这个药剂。那温局也同时也提醒各个诊所呢，在为民众进行诊疗作业时呢，应该要符合我们所有的这个3组队的相关的一个作业，以维护民众的一个健康。